要安怎伫台语新闻案内底增加自定的思考？请大家甲即个处理法来甲换做台语新闻案。你台语新闻案点落去了后呢，你会出现一排字，正面下底面才会出现一排字。中间才有一个设定，你设定甲试落伊会有另外出现一个画面。来，中间呢才有一个自定思考，编辑台语自定思考，麻烦恁甲点落去。好，点落去了后呢，来，咱爱伫即个遮甲遮即个所在中，咱会当家己自定家己的思考。要安怎自定思考呢？好啦，比如讲，我要拍恁兜的地址，比如讲是咱用台号，比如讲用台号好，来试一个空白键，即摆来，比如讲是高雄市小港区红林路207号。好，来，咱的自定思考是家己自定的，伊就是因为伊遮你会当家讲，我要欠起来，还是讲你伫遮离开的时阵，你拄则已经有欠开啊。好啦，咱即摆来试看觅，我拄则有自定思考有加入伫咱内底无？好啦，咱即摆就处理法嘛是共款，伊是伫即个台语新闻案遮。好啦，咱就是即个好，咱点落去高雄市小港区红林路207号，咱点落去，安尼就完成啊。